在传统艺术德国国小进行的故事队的表演下，第10届台日交流高峰会29号下午，在安平福尔摩沙游艇酒店正式来揭幕。这届高峰会不但创下参加的人数上多，总共来自日本27个城市，包括都道府县议会、四町村的议会、地方市府加18个友台团体，总共433人参加。主办单位台南市议会加台南市政府嘛把握机会行销台南，现场除了布置台南在地农特产的展区，还有各式的花卉，主要要将台南行销到国际。接续进入会议厅，首先介绍各议会团体，并且播送台日两国的国歌以及开幕的影片。其中总统赖清德加市长黄伟哲嘛特别以影片的播送来迎接台日友好的贵宾。首先，我要向所有出席今年台日交流高峰会的贵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上周台湾受到强烈台风凯米的冲击，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日本各界对台湾的关心，我也要感谢各位共聚一堂，为了深化台日友谊而努力。台日交流高峰会在2015年首次在日本金泽市开办，当时我是台南市长。这些年来，我也曾经以行政院长、副总统等不同身份共襄盛举。我要特别恭喜今年这个交流平台迈入第10年的里程碑，也非常欢迎在台南400的历史时刻首度来到台南举办。今年是台南400年，台南很荣幸举办第10届台日交流高峰会。今年呢，来台南的议员人数也是历年来最多，也创下新高。台日之间长年以来经历了互访、赈灾以及疫情相互的扶持，已经累积出深厚的情谊。我们对于未来台湾跟日本之间持续展开多元面向的交流深感信心。希望本次来访的日本议员朋友们能够尽情体验台南古都的人情味以及科技感，感受台南在400年历史传统中创新的力量。而台日主席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嘛以主办单位来递欢迎书，欢迎日本贵宾的莅临。非常荣幸能够以第10届台日交流高峰会会长的身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活动。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再一次见证台日之间深厚的友谊与合作。这一次参加台日高峰会的日本友人中，有70%是第一次来到台南，一直以来都是彼此重要的合作伙伴。期待透过今日高峰会，能发挥台日各地方议会的影响力，提升台日交流合作的范围及层级。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参与，我深深的感动及感谢，祝福此次高峰会圆满成功，台日友谊长存。谢谢。会后除了发表台南的宣言，另外明仔载30号，主办单位还佫规划台南巡礼行程，提供文化生态、高度巡礼加企业的参访等路线，提供日本贵宾自由来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